老友記，你望下你嘅身邊係咪有個識咗幾十年嘅老友？佢嘅退休生活就係日日朝6晚11，困喺個仔間屋度，做緊嗰個唔使錢仲要倒貼買菜錢嘅全職保姆。佢以前話退休要去學跳拉丁舞，而家日日抱住個孫扭嚟扭去，扭到條腰都斷。佢以前話要約你一齊去歐洲坐河船，而家佢連搭地鐵去你個區飲餐茶都話唔得閒啊，因為個孫要瞓晏覺，要食糊仔，要聽兒歌。你見到佢嗰陣，佢成個頭油淋淋，件衫永遠有撻，唔知係屎跡定係足跡，兩隻眼袋大過個手袋。你問佢喂，開唔開心啊？佢苦笑一下同你講：哎呀，自己人嘛，幫得就幫啦。望佢哋第日識孝順咯。呢一句自己人嘛，就係勒住佢條頸嗰條隱形狗帶。好啦，而家你將個畫面好似換電視頻道咁，啪一下轉過去，望下我呢邊，我蔡瀾，一個80、90歲嘅老人家，啱啱喺日本福井縣揾到間得幾個位嘅小料理店。個師傅用咗條成50公斤重嘅野生韓㗎，喺我面前即鬆即切。嗰片魚肉放上碟度，仲識得喐，晶瑩剔透到好似鑽石咁閃。我夾起一片，輕輕點一下，用新鮮山葵磨出嚟嘅蓉，再點一下特調嘅烹汁，擺入口嗰一刻，個海嘅味道、魚嘅油脂、山葵嘅清香喺我個口入面大爆炸。我嘆咗一口氣，望住身邊嗰幾個專程由香港飛過嚟陪我癲陪我食嘅後生朋友。佢哋唔係問我聽日邊隻股票會升，亦都唔係問我點樣可以揾多啲錢，而係同我研究蔡生呢條魚嘅腩位同背位口感爭咁遠嘅。聽日我哋去食月前蟹，使唔使預先同旅館訂個火鍋嚟睇？我呢塊老臉紅粉花飛，對眼發出嚟嘅光同維港，每晚8點嘅鐳射激光有得揮，成個狀態係生猛過海鮮檔嗰啲石斑。呢個老友記就係識諗同唔識諗嘅分別。呢個巨大到令人心噏嘅人生對比，唔係因為我有金山銀山，而係因為我好做咗勘破咗一個針對老人家嘅千古騙局，並且我夠膽行出嚟，大大聲同全世界講，死都唔湊算仔女嘅仔女，嗰條命係佢哋製造出嚟嘅，關我咩事？我嗰份責任喺幾十年前湊大，佢哋嗰陣已經連本帶利還晒。如果你呢一刻內心係認同我嘅，如果你都覺得你再咁落去，你嘅人生會俾人吸血鬼咁吸乾榨淨，到你斷氣嗰日，你先嚟後悔，咁你就一定要死，盯住呢度唔好走開。因為今日我同你講嘅唔係嗰啲濕碎嘅家庭倫理劇，而係一場要攞返你生命主導權嘅戰爭，一場同你骨肉至親進行嘅赤裸裸嘅尊嚴切割。如果你唔想你嘅人生最終章節變成一本寫滿冤屈同後悔嘅罌素簿，你最好就關注呢個頻道，我哋會不斷用呢種最真實、最唔留情面嘅生活智慧去挑戰呢個世界一切嘅虛偽同唔合理。我哋要拆解呢個困局，首先就要揾出個源頭。點解咁多人明明捱咗成世到老都仲係心甘命抵，甚至係帶住一種殉道者嘅心態，仆心仆命去湊孫？呢個心魔咪就係嗰句由細聽到大，刻喺我哋基因入面嘅咒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但我同你講呢句說話，害咗無數代人。你個仔生咗個孫，你嘅家族係有後啦。但呢個後係佢個後，唔係你嘅責任嚟㗎。
但傳統嘅枷鎖就係咁霸道，佢將你由父母呢個角色直接升級做咗一個終身奴隸。你唔湊孫，佢哋就話你冇人性、自私、唔錫後輩。呢啲歪理係邊個發明嘅？就係嗰啲企喺道德高地，想用最低成本、最方便嘅方法去解決自己問題嘅人。你聽清楚我蔡瀾呢句說話，人生啊唔係嚟還債嘅。你同你仔女係一場緣分，唔係一盤生意。你養大佢，教佢做人，俾足機會佢受教育。你作為父母嘅角色，係喺佢成年或者踏出社會嗰刻，已經光榮畢業。你係完成咗一個生命項目，唔係話欠落一筆要你還過世嘅高利貸。你如果話我自願幫手睇一兩日，我覺得開心，呢個係情分，係 bonus。但如果你內心係唔想，而你因為怕佢哋唔開心，怕俾人講閒話，夾硬去做，仲要俾人話呢個係你嘅責任同本分，呢啲唔單止係勒索，直頭係難逃截劫。如果你將人生最後嗰20-30年，你勞碌大半生，犧牲健康同青春先換翻嚟嘅黃金自由，全部用嚟換一個湊孫婆、湊孫公嘅虛名，日日活喺屎尿喊聲同廚房嘅油煙入面。我蔡瀾今日就同你講白晒，呢啲唔叫偉大，呢啲叫自殘。你呢個行為係親手將自己嘅生命價值拎去祭拜人哋，幫你立嗰個偉大父母嘅紙紮神主牌。你唯一欠嘅人係你自己，你欠自己一個可以任性、可以亂嚟、可以乜都唔理嘅快樂晚年嘅。我話你知，你到咗60-70歲，身邊就會忽然間走出嚟好多人生導師，佢哋會扮出一副好心同你講：哎呀，後生真係好慘㗎，又要供樓又要俾稅，壓力爆煲。你唔幫佢，邊個幫佢啊？喂，咁邊個嚟可憐你？你捱生捱死捱大咗佢，啱啱想喺人生嘅黃昏唞啖氣，做翻個真正嘅自己。點解要即刻孭起另一個更大更困身嘅責任？呢個責任係佢同佢個伴侶兩個人製造出嚟嘅，係佢哋人生嘅功課。邊個製造，邊個負責？呢個係天公地道，係宇宙法則。但好多人就係識得用親情做包裝紙，將呢個計時炸彈包得靚靚仔仔咁塞俾你。你再諗深一層，你湊大你而家個仔女，你係咪所有苦都食過晒？半夜3點扎起身餵奶佢發燒，你抱住佢通街揾醫生教佢做功課，激到就快爆血管。呢啲地獄式訓練，你係親身行過一次㗎。你好唔容易大學畢業，捱到退休，點解到咗晚年，你要主動行返入去呢個地獄？仲要係拖住一副已經開始衰退、膝頭哥又痛、心臟又唔多妥嘅殘軀。你仲有冇力追住個識行識跑嘅百厭星？你嘅心臟頂唔頂得順？佢哋一唔高興就大喊嘅聲爆攻擊。呢啲問題唔係要嚟為難你，而係要你醒覺。呢啲唔係你嘅責任，呢個係屬於你仔女嘅修煉嚟嘅。你霸住佢哋嘅功課嚟做，你唔單止係揾自己笨，你仲係間接害緊佢哋。佢唔試過連續1個月冇覺好瞓，佢點會明白你當年有幾辛苦？佢點學識感恩？佢點樣由一個細路變成一個識得承擔嘅父母？但呢個世界最陰濕嘅招數，就係拎效呢把尚方寶劍出嚟斬你。但而家好多所謂嘅孝順，經已完全變晒質。佢哋要求嘅孝順，唔係你病咗我帶你去睇醫生，唔係我得閒就返嚟同你飲餐茶，聽你講嚇
心事，而係你要絕對服從24小時 on call， 無條件為佢哋嘅小朝廷服務。如果你唔照做，佢哋即刻同你玩情感勒索，佢哋會威脅你，第時你老到行唔喐，我唔會去探你㗎。佢哋會同你比較話人哋邊個嫲嫲，唔單止湊孫，仲出埋成副身家俾個孫去外國讀書添。聽到呢度，我真係想笑出聲。如果你老年嘅探望，你同仔女嘅緊箍親情，係要靠你每日做免費勞工，貼埋錢，仲要俾人單打嚟換取，咁你呢份親情同去勞工處揾份外傭工，甚至同黑奴時代嘅奴隸，本質上到底有咩分別？呢度我要同你講一個赤裸骨臂、蛋千真萬確嘅真相。呢個世界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最清爽、最冇手尾根嘅，就係純粹嘅金錢交易。你請個工人，你出糧佢做嘢，清清楚楚、乾手淨腳，唔使同你講前世今生，唔使同你講骨肉親情。但親情一旦同金錢利益同無償勞動掛鈎，呢一盤帳就計到天荒地老都計唔清。佢哋會同你講自己人講錢就傷感情啦，但原來當你同佢講心嘅時候，係仲傷荷包，仲傷你副老骨頭㗎。佢哋就係擺明車馬，想攞你便宜，用一個叫做家庭嘅大義去包裝。佢哋想揾個免費保姆，甚至係一個倒貼嘅管家嘅終極目的。你再逆向思維諗一諗，如果你今日荷包總帳唔使多幾千萬美金在手，你每個月大筆一揮，開張支票俾佢哋，等佢哋去請2個專業菲傭，再加一個營養師，你估下佢哋仲會唔會咁肉緊，逼你日日朝7晚8去佢哋屋企報到？佢哋可能會對你恭敬好多添。但正正係因為你唔係大富大貴，或者佢哋食住你唔夠狠心，怕孤獨嘅心理，所以就用感情呢個萬能 key 去填補嗰個金錢同勞動力嘅巨大差價。作為長輩，你用咗大半世人嘅努力，到最後呢段路，主角一定要係你自己，而唔係你個孫。你打拼咗一世最後嘅時光，應該用嚟睇呢個世界嘅壯麗，用嚟食勻天下間嘅美味，用嚟去圓你後生嗰陣因為生活而被迫放棄嘅夢，而絕對唔係用嚟換尿片。你以為你嘅偉大犧牲可以換取感激？我同你講，絕大多數嘅結局係你做到成隻狗，咁仲要俾人嫌你教仔方法 out，犧牲意識低。講到呢度，我又要同大家講，如果你覺得我嘅說話係當頭棒喝，令你開始有少少清醒，記得訂閱呢個頻道，撳埋隔離嗰個鐘仔，因為我哋嘅每一次分享都係要幫你拆穿多一個偽善嘅騙局，幫你嘅人生攞返多一分嘅自由同尊嚴。好啦，當你好唔容易說服自己幫下手啦，佢哋真係好慘嘅。你以為你出咗10分力，就算冇功勞都有苦勞啦？你太天真啦㗎！因為而家呢個年代，湊仔經已變成咗一門高深過大學嘅專業。乜嘢蒙特梭利感統訓練、BLW 照自主進食法，點樣讀繪本先可以刺激到 BB 個前額葉？連沖樽奶嘅水都要用探熱針度到攝氏70度，爭半度都好似會害到個孫消化不良咁。你作為一位已經同現代育兒知識斷層20-30年嘅長輩，你嗰一套食得飽、着得暖、跌低、識自己爬返起身嘅實戰經驗，喺你仔女同新抱女婿眼中，全部都係過時落後、充滿細菌、唔科學嘅產物，
呢個就係隔代矛盾嘅核彈引爆點。當你喺街市行到成身汗，捽手爛腳咁，用個細匙羹磨爛啲豬肉俾個孫食，佢哋會即刻好緊張咁話你做乜唔用幾萬蚊嗰部食物料理機打溶啊？你會好自豪咁答你，細細個都係咁食大㗎，幾健康。佢哋就會即刻俾個終極白眼你嘆，然後拋低一句：而家啲菌惡過以前咁多，你嗰套一早 out 咗啦。呢一刻你就會親身感受到乜嘢叫做出咗12分力，換返嚟12分嘅嫌棄。呢種骨痹到入心入肺嘅感覺，就係貼錢買難受嘅最高境界。你做得好係應份嘅，因為喺佢哋嘅邏輯入面，你係阿媽，你係阿爸，你付出係天經地義。但只要你唔覺意碰咗佢哋心目中嗰啲唔知邊個育兒專家定嘅紅線，例如係唔小心俾個孫望多咗5分鐘電視，個皮字，或者帶佢去公園玩，俾蚊咬咗一啖，你就好似犯咗天條咁，俾人升堂審犯咁審。我聽返嚟一個活生生嘅例子，有個嫲嫲每日5點幾就起身，撐住把老骨頭去街市買最新鮮嘅魚，返嚟下幾個鐘下成碗濃縮魚粥俾個孫食。點知有一次個孫腸胃炎，佢個所謂嘅高資新抱成塊面黑過鑊底，喺成個家族 WhatsApp 群入面單單打打，話一定係嫲嫲個人濟生習慣唔好啦，啲咁嘅粥邊度啱 BB 食㗎？喂，阿姐，你嗰間一塵不染嘅示範單位，嗰啲碗碗碟碟邊個洗嘅？嗰地板邊個跪喺度抹嘅？你以為間屋識自動清潔㗎？你做咗咁多，到頭嚟得到嘅唔係一句多謝，而係一直導致個孫腸胃炎嘅巨大黑鑊。呢種毫無尊嚴嘅生活，你同我講，你仲想繼續過落去？更令人悲哀嘅係，好多人明知前面係個火坑，佢都照跳，仲要忍住俾火燒嘅痛，繼續做，繼續忍。點解？因為佢哋心底裏有個最脆弱嘅死穴，就係一個字：驚。驚仔女唔開心，驚仔女嬲，驚以後仔女唔睬佢，驚自己孤獨終老，死咗冇人收屍。呢種源自內心嘅恐懼，就正正係俾人情感勒索嘅最佳切入點。你越驚佢哋，就越食住你。我呢代人睇嘢好通透嘅，你聽我蔡瀾同你塞錢入你袋。你仔女如果因為你唔肯做免費保姆，唔肯做佢哋條出氣袋而憎你、疏遠你，甚至用不孝嚟威脅你，咁我真心恭喜你，因為你終於可以睇清一個事實，你呢個仔女根本由頭到尾都唔係幾愛你，佢愛嘅只係你身上可以壓榨到嘅好處，同埋你無條件嘅服從。呢種純粹建基於利益同壓榨嘅所謂親情，你預早同佢斬纜，你嘅後半生就如安樂。唔係你到時老到連行都行唔喐，俾人當人球咁踢，或者一腳就送咗你去老人院嗰陣，你連最後嘅尊嚴都冇埋。真正愛你嘅仔女，佢哋唔會想見到你晚年咁辛苦，佢哋會心痛你捱咗大半世，會想你自私啲、開心啲，會親自同你講：老豆老母，你哋去玩啦，呢度等我哋自己嚟。所以呢一場革命，第一步唔係去鬧人，而係調整你嘅心態。你必須要擁有一種被討厭嘅勇氣。呢個勇氣對住外面嘅三姑六婆好易有，但對住自己最親嘅仔女就難若登天。你要學懂佢哋黑面，你咪由得佢咯，你睇少兩眼咯。佢哋講晦氣說話，你咪當佢唱歌，甚至係一首好難聽嘅歌咯。
你要好深刻咁明白你嘅人生價值，去到呢個階段，絕對唔再係建基於你係幾咁順德人意，幾咁逆來順受，而係建基於你活得有幾燦爛，有幾自由，有幾快樂。當你開始將所有心思放返喺自己身上，你由內到外嘅整個磁場就會即刻改變。而呢個磁場改變嘅第一步，就係要學識喺佢哋嘅負擔清單上面徹底咁消失。呢個消失唔係叫你揾個山窿匿埋，而係一種策略性嘅撤退。當佢哋又打嚟，用10萬火急嘅語氣話：阿媽，工人放假，聽朝你可唔可以7點過嚟幫我睇住個細路半日啊？你要好平靜，仲要帶住微笑。佢電話睇唔到，但佢會感受到你嘅磁場。同佢講：哎呀，唔好意思，我約咗班老友去飲茶，或者約咗師傅學緊大寫意水墨畫，唔得閒啊！記住，千祈唔好解釋，唔好話我約咗邊個，佢好難約㗎。解釋就係掩飾，掩飾就係俾位佢反駁。佢一定會話飲茶幾時都可以飲啦，你推咗佢啦。我呢邊好急啊！如果你呢一刻心一軟，你就全軍覆沒。你要即刻喺個腦度拎返你嗰張自由清單出嚟。你後生嗰陣有冇夢想過自己可以好有氣質咁彈一首肖邦？有冇諗過自己可以好瀟灑咁揸住支毛筆寫大字？有冇諗過去一個好似我成日去嘅嗰啲南法小鎮，乜嘢都唔做，就係坐喺路邊嘅咖啡店，睇住啲白鴿喺廣場嗰度行嚟行去，飲一杯4蚊歐元嘅咖啡？呢啲先至係你餘生應該追求嘅。你嘅時間係用嚟享受呢啲高級快樂，而唔係用嚟換尿片。你嘅餘生比你想象中短，而且貴到冇人有。佢貴過晒市面上所有嘅奶粉、所有嘅尿片、所有嘅名牌手袋。你嘅時間表應該要排滿令你靈魂快樂嘅事去神。個目的唔係去爭分奪秒，買完餸趕返去交人，而係真正去感受個公園嘅花開花落，同啲老友記講下啲冇營養但好歡樂嘅廢話，去學用智能手機學影相。個目的絕對唔係要升級做個潮媽，可以有共同話題討個酸歡喜，而係好純粹咁去記錄你自己嘅生活痕跡。你今日去飲茶，食咗個好靚嘅懷舊芝麻卷，影低佢。你聽日去行山，見到嗰個好靚嘅雲海，影低佢。呢啲係屬於你生命嘅藝術品。你甚至乎可以去拍拖。如果你個老伴仲喺度拖實佢隻皺皮嘅手，去行下啲後生嗰時冇錢去嘅地方。如果老伴走咗，而你個心仲係好年輕，你揾個志同道合可以一齊研究美食、一齊睇場大戲嘅朋友，又有乜所謂？只要你開心，又冇傷害到人，你理得人哋喺背後話你老而不定係老來嬌，老而不衰，其實係一種極高嘅讚美。大佬老咗仲行得走得，食得瞓得，識笑識玩，唔通要好似公園嗰個靈魂被抽乾嘅阿婆咁老而多勞，做到隻狗咁連笑都唔識笑，先叫正常咩？講真，當你真係好堅定咁行出呢一步，你全身會散發出一種好強大嘅氣場，一種完全唔需要靠仔女嘅，肯定先至覺得自己有價值嘅氣場。呢個氣場先係你最昂貴、最無價嘅珠寶。到咗呢個時候，你同下一代之間嘅權力關係就會喺你不知不覺之間發生180度嘅靜脈革命。以前佢哋覺得自己高高在上，覺得你冇咗佢哋就會枯萎。
你只係一個依附喺佢哋家庭上面嘅附屬品。但當你活得朝朝夕夕，星期一着住件靚旗袍去學插花，星期三戴住頂帽去行山，星期五同班老友去睇場粵劇，你嘅生活多姿多彩，好玩過佢哋，連要約你去食個普通晚飯，佢哋都要提早1個禮拜預約。呢個時候佢哋就會開始對你完全改觀。佢哋會猛然發覺，原來我阿媽唔係淨係識喺廚房炒碟麵啊！原來佢喺社區中心嘅攝影展嗰度攞咗個金獎。原來佢同嗰班老友自由行去冰島睇極光啲相，仲要有意境過我哋去東京買嘢食嘢。呢一刻你喺佢哋眼中係會發光嘅。呢個時候親情先至會奇蹟咁返去佢最純粹最原本嘅狀態嘅。佢哋返嚟探你，唔係為咗交收嗰個麻煩細路，唔係為咗貪你煮嗰餐免費晚飯，而係真心誠意掛住你，想返嚟坐喺你身邊，聽你呢個充滿智慧同趣味嘅老人家講下你上個禮拜去食嗰個分子料理有幾咁得意，你最近睇嗰本回憶錄有幾咁感人，你成功咁由一個喺佢哋心目中好用嘅工具人，徹底升格成為一個極有魅力、充滿生活內涵、值得佢哋尊敬同主動親近嘅智者。呢一種關係先至係健康嘅、雙向嘅，可以一直維持落去嘅。你從此唔需要再睇佢哋面色，因為你知道，就算佢哋唔得閒理你，你自己嘅世界都一樣咁充實、咁精彩。你唔再係嗰個苦苦哀求後輩，俾少少關顧嘅可憐老人，相反，係佢哋會好積極咁追住你嘅 schedule， 問你阿媽，你下個月幾時有空檔？我哋好掛住你。想同你食餐飯，聽你講古仔啊！你睇下，點解要將自己嘅人生價值建築喺尿片同奶樽之上？你可以將佢建築喺美食、藝術、智慧同情趣之上。你花咗一輩子累積落嚟嘅人生經驗，絕對唔係攞嚟分辨邊隻牌子嘅濕紙巾，唔會令個孫生紅疹。而係攞嚟喺你最中意嘅紅木椅上面，一邊嘆住杯靚普洱，一邊同你真正珍惜嘅人分享你嘅生命哲學。呢啲先至係高貴嘅痕跡。好啦，如果你聽到呢度，個心開始有啲嘢喺度喐，覺得自己應該要攞返個話事權，咁你一定要同我一齊行埋最後亦係最核心嘅呢一步。我呢度要用一個好多偽君子聽到會駁嘴，但所有聰明人都心領神會嘅詞，就係自私。我話俾你聽，自私喺呢個你唔保護自己就冇人保護你嘅處境之下，係一種最高級嘅慈悲。你靜落嚟諗深一層，當你決絕咁斬斷佢哋對你嘅依賴，拒絕再做佢哋生命中嗰個萬能嘅工具人，眼前呢一刻，佢哋可能會好狼狽，可能會嬲你一陣子，但你將眼光放長啲，你睇到乜嘢？你係用緊一種看似無情嘅方法，強迫緊佢哋去真正長大。你唔幫手，佢哋就要自己孭返起個責任，去面對生活嘅難題，去學習點樣做一對真正嘅父母。佢哋會被逼去諗辦法，可能係要學識點樣同工人姐姐相處，可能係是但一個要犧牲少少事業去兼顧家庭，可能要學識同公司爭取更加彈性嘅工作模式。無論係邊條路，係佢哋都係喺度學習緊人生最重要嘅一堂課，為自己嘅選擇同決定負上100%嘅責任。呢種喺困難中磨練出嚟嘅自立能力，呢種堅毅嘅精神，先至係
呢種建危嘅，你作為父母真正可以留俾佢哋，佢哋亦永遠冇人可以攞得走嘅最寶貴遺產。呢樣嘢係比你死慳死抵靠縮衣節食留俾佢哋嗰幾百萬人壽保險單更加值錢，更加有用。如果你一直都心軟，一直俾佢哋依靠，佢哋就算活到40-50歲，一遇到乜嘢風浪，第一個念頭仲係掉頭返去揾阿媽求救。咁樣你唔係幫緊佢，你係一個親手將自己嘅仔女栽培成一個永遠唔識得獨立嘅中年巨嬰嘅幫兇。到你真係百年歸老，兩腳一伸嗰日，佢哋先至晴天霹靂咁發現，原來自己連去銀行排隊交張電費單都雞手鴨腳，連想煮返餐飯俾自己個仔食都搞到廚房着火。咁你就算係死咗，你都走得極唔安樂。但調返轉頭，如果你今日夠狠心，由得佢哋去撞板，由得佢哋喺摸索同錯誤中成長，佢哋最終一定會喺呢個辛苦嘅過程入面揾到做人父母嗰種獨一無二嘅樂趣同埋滿足感，亦會喺無數個冇覺好瞓嘅夜晚，深刻體會到你當年養大佢究竟付出咗幾多心血。總會有咁一日，佢突然間打個電話嚟，個語氣唔係要麻煩你，而係同你講：老豆老母，我而家終於知道你以前係幾咁偉大，幾咁辛苦。多謝你。呢一句多謝係因為你夠膽狠心斬斷佢依賴嘅根，佢靠自己領悟返嚟嘅，同你日日夜夜做牛做馬用勞役換返嚟嗰句，你真係好勤力啊！個份量係差天共地，完全係兩個境界嘅事。再講遠啲，當你活得非常招積，渾身都散發住生命力同光彩，你唔係自私，你係用一種間接嘅方式，俾咗你仔女一份極之珍貴嘅禮物，叫做人生嘅希望。你試諗下，做仔女嘅見到自己個老豆老母去到70-80歲嘅高齡，唔單止冇俾生活打敗，仲要係咁有活力咁識得享受生活，咁識得發掘身邊一切嘅美好，佢哋個心係會有一種好實在嘅安定感，因為佢哋好清楚你身體咁健康，你心情咁愉快，你活得咁獨立，係完全唔需要佢哋額外去擔心呢一種安心。比起你日日夜夜窩喺佢哋屋企，做到面容扭曲、周身病痛、成肚怨氣，究竟邊一樣更令仔女放心？一定係前者。你嘅招積，你嘅快樂就係活生生咁展示俾佢哋睇，一個真實嘅有血有肉嘅榜樣。原來衰老並唔可怕，原來人生嘅下半場並唔係只有臭酸同埋喺公園外坐等運到呢條單程路。原來只要你夠膽破格，只要你思想通透，人生下半場先至係真正嘅黃金盛世，仲可以精彩過上半場。呢個關於生命嘅希望係你用幾多錢都買唔到，俾唔到佢哋嘅。你成日喺後邊話想啲後輩孝順，但係你唔俾佢哋親身睇到你係幾咁快樂。你點樣令佢哋由心而發咁去尊重、去認同你嘅人生？你覺得佢哋會比較願意去孝順一個淨係識得瑟縮喺廚房、成面油煙、口中只有抱怨嘅怨婦，定係去孝順一個周身都把把利、活得通透豁達、充滿人生智慧嘅老頑童呢？答案係顯而易見。我成世人最信奉嘅一個原則，做人千祈唔好煩人。作為一個長輩，最令後輩覺得煩厭、覺得窒息嘅一樣嘢，就係你走去干涉佢哋點樣教養佢哋自己嘅仔女。
你成日覺得自己食鹽多過佢食米，但你嗰一套所謂嘅育兒經典喺佢哋呢個新時代眼中，好多時候都係不合時宜，甚至係錯誤嘅。你一於唔湊孫，你就等同係好徹底、好瀟灑咁。從呢啲一定會發生嘅家庭教養戰爭入面，完全抽身自動消失。你由得佢哋兩公婆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去管教，個孫玩到成地都係食物，由得佢哋處理。個孫喺商場瞓地扭計，由得佢哋去面對途人嘅奇異目光。你唯一要做嘅角色，就係喺一啲重要嘅家庭聚會，例如係生日或者大時大節，你先至隆重登場，着側身光頸靚，精精神神，喺個袋度預先待定一封好似我寫揮春咁大嘅利是。見到個孫，你好開心咁抱佢一抱，錫佢一啖，同佢玩返10分鐘，然之後喺佢開始有啲眼瞓扭計，開始失控之前，你好敏捷咁將個波交返俾佢老豆老母。你喺呢場戲入面扮演嘅永遠係一個風趣、親切、充滿愛，但又保持住一種高雅距離感嘅智者，而唔係一個隨傳隨到做到這職，咁最後仲要食死貓嘅士兵。記住，我蔡瀾今晚同你講嘅距離，就係產生一切美感嘅最根本來源。呢個係你嘅人生，你嘅時間已經進入最後倒數階段。我同你計一條好簡單嘅數，假如你好命有30年嘅退休時光，你實質上擁有嘅日子總共係幾多？扣除你瞓覺，你去睇病，你去做一啲無可避免嘅生活瑣事，你真正可以自由運用享受人生嘅時間，最多都係1萬日多少少。真係1萬日多少少咋，老友記？你以為仲有好多時間？眨下眼就過。你後生嗰陣，為咗養活頭家，為咗責任，親手埋葬咗幾多個未完成嘅夢想？你係咪曾經好想學識彈吉他，但為咗省田養家放棄咗？你係咪曾經好想去一次西藏睇下布達拉宮，但為咗照顧仔女而無疾而終？你寫低過嘅嗰張夢想清單，而家喺邊？係咪已經鋪滿塵埃，收埋咗喺床下底個餅乾罐入面？你打算原封不動咁帶埋佢入棺材？呢個係你人生最後一次嘅機會。呢個機會係你咬實牙關，搏晒老命對住呢個冷酷世界服務咗成大半生，同個天死過返嚟嘅先爭取到嘅。你憑乜嘢要咁慷慨，將自己用血汗換返嚟嘅黃金自由，拱手送俾你嗰對明明有手有腳有生產力嘅仔女？佢哋有佢哋嘅仗要打，你有你嘅風景要睇，大家各自修行，各自安好，互相尊重，互不虧欠。我話你知，呢一種關係先至係現代家庭裏面最穩固、最持久、最和諧嘅終極狀態。好啦，講到呢度，如果你個心仲係15、16，臨瞓覺前仲係覺得自己係咪太狠心，我要你即刻同我停止呢種諗法，因為呢種內疚感係一個由細到大植入你腦入面嘅病毒程序，你要親手同我 delete 咗佢。你唔係唔愛錫啲後輩，你只係用一個更高層次、更有遠見嘅方法去愛。你唔係唔理佢哋死活，你只係用緊一種近乎壯士斷臂嘅決心，喺度等待緊、催化緊佢哋真正嘅長大。你要將呢種全新嘅生活哲學，好似宗教信仰咁，深深咁刻喺你嘅骨同肉入面。由聽朝瞓醒開始，你生命中每一個決定，都必須以你自己嘅開心、你嘅健康
作為最高嘅不可動搖嘅指導原則。你要記住，你嘅快樂唔係自私，而係你對呢個世界最大嘅貢獻。因為一個快樂、健康、獨立嘅老人家係唔會為社會製造麻煩，唔會同仔女產生心理負擔，更加唔會成為醫療系統嘅壓力。攞返你嘅時間，攞返你講筆嘅權利，攞返你作為一個人嘅終極尊嚴。由聽日開始，當你個仔或者個女又再好似例行公事咁，用一個好似天要跌落嚟嘅藉口打電話嚟想你即刻過去幫佢湊仔，我要你用我蔡瀾教嘅嗰招，你可以好溫柔，但係鐵一般堅定咁笑笑口同佢講：哎呀，真係唔好意思，我忙到飛起約咗人啦，就係咁多，一個字都唔使多講，唔好解釋去邊，唔好解釋做乜，因為你係大人。你唔需要向任何人攞 permission。如果你真係想霸氣少少，一了百了，你不妨直接同佢哋講，聽住啦，你老豆我，你老母我，死都唔會湊孫㗎，你哋自己搞掂啦。呢個世界冇話冇咗邊個會死嘅，你都係時候要俾佢哋知道，呢個世界冇人係欠咗佢哋嘅。尤其是你人生好短，餘生好貴。如果你今晚聽我講完呢番說話，你覺得成個心都鬆晒，好似釋放咗幾十年嘅枷鎖，原來人生係可以咁樣過嘅。又或者你仲係好掙扎，好需要一啲力量同勇氣去行出呢一步，咁你就一定要訂閱我哋呢個頻道見笑人生，再撳埋隔離嗰個提醒你嘅細鐘仔，因為我哋會不斷用最真實、最赤裸、最唔留手嘅方式，去同你分享點樣喺呢個混亂嘅世界入面活得清醒、活得招積、活得有尊嚴。如果你覺得今日呢一集唔單止講中咗你嘅心聲，仲係幫你好似剝咗隻牙咁，解決咗一啲長年累月嘅痛苦，我懇請你，唔該你幫手，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識嘅嗰啲而家仲困喺個局入面，晚晚失眠，覺得自己好命苦，仲喺度替人還債嘅老友記。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就係拯救佢脫離苦海嘅一條救命繩。最後今日嘅話題，我知一定會有好大嘅爭議，但我好想喺評論區聽下你哋最真實嘅聲音。今日就留言話俾我知，如果聽日你個仔女又再開口叫你放棄晒你嘅生活去幫手湊孫，你夠唔夠膽好堅定，又帶住微笑咁同佢講一聲，真係對唔住，我唔得閒，我要去旅行啦。我同我嘅團隊會喺評論區等大家嘅故事，我哋一齊研究，一齊取暖，一齊學習點樣做一個真正快樂、自由、唔俾人嫌嘅老人家。我哋下集再見。